我個樣好老，其實好年輕。介紹下從前其他組會讓你辨認。Hello， 我係祖先1號，個身係木做，蒸氣上山，有陣時好污糟。Hello， 我係祖先2號，個身都係木做，同一條路，電動齒輪出路。Hello， 我係祖先3號，進化到金屬做，車廂裡面多咗10個座位數。全女則製造綠色元露，大紅色出道。Hello， 祖先5號，上落山軌道全靠電腦控制就更加好。Hello， 纜車出到6號，全面更突破，升級跳勁舞。Hello， 我係小高，為何歷代嘅祖先都響呢樹？話我知道。2個、3、4、5個，其實你哋乜家伙？咪問啊，問咁多夠啦喎，再別要拼命尋找因果，簡單啲，不需太多思想。